位家長福至心靈又準時陪住大家啦。我係阿陸，上集同大家傾過要尊重街頭嘅清道夫，因為每份勞動嘅工作都藏住服務嘅愛。今集就想同大家分享一個富商尋找耶穌嘅故事。好多人都想知道耶穌喺邊度，原來答案就喺我哋身邊。有個富商叫亞星，財富滿滿，但心裏嘅感覺就空蕩蕩，因為佢係一個好自私嘅人，冇一個真心嘅朋友，日日都過得好唔開心，好唔快樂。有一日，佢遇到一位笑容滿面嘅神父，聽到神父話，只要找到耶穌，就會得到真正嘅快樂。亞星即刻追住問神父：求你話俾我知，耶穌喺邊度呀？神父笑住答：耶穌就喺人群之中。亞星聽完，即刻衝去最多人嘅地方。佢見到一個老婆婆跌咗喺地上面，手腳都擦傷晒，喊住求佢扶一把。亞星冇理到，皺住眉頭走開咗。過咗一陣，佢又見到一個媽媽抱住一個發緊燒嘅小朋友，喘住氣咁請佢幫手叫的士，佢都搖搖頭拒絕咗。就係咁樣，亞星請咗3日都行唔到耶穌，而亞星個肚又餓，腳又軟，攰到腰都伸唔直。喺呢個時候，快樂神父出現咗，亞星拉住佢，好焦急就話：神父，神父，我喺人群中行咗3日都唔見耶穌，你話我知佢係邊啊？神父拍咗拍亞星個膊頭話：亞星，耶穌唔係喺人群裏等你，佢會係嗰啲需要你幫助嘅人身上出現。一聽到呢句說話，亞星即刻諗起佢見過跌倒嘅老婆婆，抱住病倒小朋友嘅媽媽，即刻臉都紅晒。各位家長，你哋聽到呢度有冇諗起自己嘅小朋友？有時小朋友見到同學唔識做功課，主動教其他同學，又或者見到公公婆婆拎住重嘢，想跑過去幫一幫手。喺呢個時候，小朋友就係見到耶穌。反而有時我哋會因為趕時間，拉住小朋友話唔好理咁多，快啲行啦，無意中就錯過咗與耶穌相遇嘅機會。就好似《若望一書》4章8節嘅金句講：那不愛的，也不認識天主，因為天主是愛。天主本身就係愛嘅化身，佢將愛嘅種子放喺我哋心中。當我哋將呢份愛攞出嚟幫助其他人嘅時候，就喺與天主嘅愛相遇嘅時候，耶穌自然就喺身邊。聽完神父呢番話之後，亞星就日日主動幫有需要嘅人，幫婆婆拎菜，送患病嘅小朋友睇醫生。以前嘅唔開心通通都冇晒，因為佢終於明白被需要嘅快樂先係最珍貴嘅嘢。阿陸今日同大家分享2個親子小方法，一齊係生活中尋找耶穌。第一，同小朋友做助人記錄簿，每次幫完其他人就畫個小星星，積滿星星就獎勵一次家庭小聚會，讓小朋友感受助人嘅成就感。第二，遇到有人需要幫助時，先問問小朋友，你覺得我哋可以做啲乜嘢，讓佢哋學會主動表達愛德嘅好行為。不如依家我哋一齊祈禱。仁慈嘅天主，感謝你讓愛成為我哋相認嘅記號。求你教導我哋同小朋友識得主動幫助同關心身邊有需要嘅人。求你賜俾我哋勇氣，時常伸出愛嘅手與你相遇。阿們，再同大家重溫今集的金句：那不愛的，也不認識天主，因為天主是愛。若望一書4章8節。
大家不妨今晚同小朋友傾傾，問下佢上次幫完同學係唔係覺得好開心？聽聽孩子心中嘅愛與快樂。下一集我哋會傾下如何培養孩子的同理心，記得訂閱呀。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，最後我哋以一首短頌完結，感謝大家嘅收聽，福至心靈，與你在愛中同行，再會。何處有人，何處有愛，何處有人，天主必常在。